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0月18公视台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伫咧昨暗时6点多，台北市内湖区的东湖路有发生一件车祸，一个19岁的囡仔偷驶阿公的汽车，却失去控制，弄到对向的汽车甲后倒摆，落尾佫弄入去路边仔的店头，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半时尾暗6点多，车正在台北市东湖路顶悬，一台修路车弄对向的小汽车，去高速弄对向的机车技术了后，直接冲入路口的小食店。阮直接来开讲啊，看有一台车足向的驶足紧的啦，为插头遐整落去啊。驾驶的情形就是类似有点吓到，对，就是他眼神呆滞吧。冲路现场有一片绿苍苍，3人迄时阵就失去喘气心跳，分别是店内人客、53年厝的姓陈的查甫人，甲62年厝姓高的查某人。52年厝的机车骑士是也面弄到，3人送医了后，医院救无转来，还有店内2个工作人员遭到烫伤。15岁驾驶姓詹的少年都住伫附近，目前读高中的餐饮科。伊趁共大阿公出国旅游，偷开阿公的修路车，经过肇事地点，疑似无减速，车身左右偏移，侧一台车了后，直接转发弄入去小食店。警方伫少年皮包内底找到电子烟，初步检测姓詹的少年无驾到赛车或者是酒后赛车。我们在车上有找到烟弹的部分是一般的电子烟的烟弹，那经过我们初步的检验结果是阴性。警方通知少年的爸爸到派出所协助调查，因为暗时停止侦讯，今日早起问讯了后，才会送到警察队，搁送树林少年法庭。未成年无照驾驶部分构成刑法过失致死罪，最重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律师表示，未成年人的父母若属实无感到未成年赛车的行为，依照民法相关的规定，也需要共同负担连带赔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透早来关心天气，今仔日西半部地区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稳定天气，也若东半部地区云有较高，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各地头水气较少，但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甲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也是有连山短暂阵雨。各地山区拢有机会会落雷公雨。因为伫咧日时，台湾各地甲金门高温是30到33度之间，澎湖、马祖27到29度，拢有较烧热。因为休困日因为方面甲东北季风，北部、东半部也有雨水，也有较凉凉。低温是23度左右，提醒观众朋友就要注意温度的变化。今年2届风台高雄高山的前锋里到美术馆地区拢淹水，就居民集期是当地一个挖山边的军营区，墙围也破去，落大雨，沙土拢放落来，才会害当地淹水。也那市府是表示，主要是因为风台的风雨伤过大，目前正咧协调要征收。倒个墙围变作破口，一大堆土水对军营冲出去，无外国附近的3个里拢积水啊！花明团路即排透天，过去10几冬来拢无淹水，今年拄着凯里3道2风台拢变作浸水厝，有的民家厝的地下室甲淡水拢还袂退，居民控诉讲，军营墙围破口是会修。因为都是海军的围墙那边造成下来的黄沙滚滚啊，我们这边好像是黄河啊，也都要破3坑啊，都要淹着3里啊，所以阮即马阮3里联合起来。阮有迄个委托律师，要甲因申请国赔。居民认为讲，属海军陆战队的营区是正洼茶山，这2摆风台山谷的降雨拢淹黄土，冲落山拄着墙围，真侪所在拢破坑，才会安尼放弃。土水淹去附近的主体，搁拖到美术馆地区，含军营敢若隔一条路的幼稚园是第一个受影响。嘛，这当先整理内部，互囡仔会当上课。外壁是甲担拢在清，园外的车路嘛有明显的黄土。当地里长讲，伊讲水退了拢路过埋，搁有人在铲。这边会先淹，淹完之后我们就直接往这个美术馆那边冲进去。上次凯米那一次，这个地方就有破了。可是这一次又同一个地方破第2次，但是里面加部分影响军方反映，说红回讲是天灾造成的，决定提国赔。台风可能有一些树木倒塌，或是一些树叶造成他们的排水系统有一些阻塞，所以造成整个水淹上来之后，
加上它老旧的围墙承受不住水压。政府讲是雨水业黄土，佮拄着墙围已经旧啊，才互土水冲过去一直淹，已经和军方协调，由市府争取在收工前修建1.1公里的墙围，军营嘛改善内部的排水系统。陆指部回应讲，已经完成内壁初步强化作业，后壁会积极来争取预算增建，确保营区和居民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凯美风台来的时阵，造成彰化的大城做大水。不过经过2个月，到达大城的西港村也是会淹水。官府就表示，水无法度提升甲地层下陷，有时会抽水是有关联，会争取经费来改善。爆发外口排水沟拢是落公梅啊，爆发内底也拄着大楼地势较低路段淹水。彰化县大城乡西港村伫7月凯美风台来时阵，淹水严重，过2个月也有淹水问题，居民是真艰苦。因为它流出去的排水的水路受到改变，没有办法像以前自然会排出，所以造成内地会积水，积水就会发情积压嘛，不小心就会跌倒。那现在因为外海的堆积非常严重，所以外海已经比内陆高了，那导致说这动力排失效，所以内海的水沟啊、路面啊，水都排不出去。当地村长表示，这淹水主要原因是外海沙土冻得真严重，风台内对改变排水水路，大漏时阵热流水排不出去，爆发边啊路甲路路定积水，影响交通安全，甚至有人骑车摔倒，希望水利单位提出办法解决。官府强调，西港村路会淹水是因为气候变迁、潮湿甲地层下陷这因素，地势无法度动力排水，加上当地气温抽水排到路边的沟仔造成。在113年8月30号有获中央核定县市管河川及区域排水整体改善计划的治理工程，这个核定的总经费约计21亿元啊。那后续县府这边也会争取相关的补助改善。水资处表示，会积极关注地下水井，各向中央争取整治经费，甲水利署合作进行清污作业，佮考虑增加抽水站展开区域排水治理工程，希望解决西部沿海自路的淹水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垦丁西海岸北过是石鼓西两的时间，不过本地和石鼓西两的沙坡，却因为风台过后，拢是脆石啊甲粪扫。那石鼓无法度西两，细只石鼓出事，要登去大海也是有困难。即阵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甲海保署就启动救援行动，要来甲石鼓斗3工。大人囡仔摕手电半暝伫岸边斟酌超吹，较人讲敢有细只海龟受困。10月初，风台3度2侵袭台湾，造成屏东垦丁的西海岸原本真白的海沙坡，即马塌一大堆，互大影拍起伫海岸的双澳岛含有诶无诶。即马这大少变做阻碍细只海龟登去大海咯。他们可以碰到水，到他们孵化的地方，大约有50到60公尺，有一半的路程呢，都已经被那个珊瑚石给覆盖。而且它的深度有达到将近大概30公分这么厚。将细枝甲拄捕出来细只海龟挖出来，当地生态志工8月就发现有青海龟去咧岸顶生卵。最近当时海龟孵化登去大海的重要时刻，但是风台造成这双澳大少，毋但是关街边，还有真侪棚。垦管处和志工16发现有真侪细只海龟受困。这一次我们总共协助了32只海龟。然后发现有15只未孵化，然后有31只可能是自行离开进入海里面去。这细只海龟伫水桶内面是真有活力，救援人员对16个半暝是无延到17个透早，帮助这受困海龟。垦管处和当地的协会最近嘛拢会持续巡查，确保这海龟拢会当顺利脱困，登去大海。记者综合报道。咱最近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去显示，联合报台大公卫学院研究发现，台湾结肠癌、直肠癌发生比率无共世代的差别是真明显。1980年代出世的人，肠癌的风险是上悬。学者分析，这可能是因为台湾伫咧1980年代食食西化程度达到上悬。虽然女少年的人看起来风险也随咧降低，但是按照国际经验，也是有可能会搁再加悬。是呼吁政府爱放令体检年岁到45岁。接下来是中国时报，台湾青年劳工计薪，互人认为是少子化的其中一个原因。劳动部长何培山指出，参考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定期月薪比31000块较低，就属于是低薪劳工。估计台湾受雇劳工740个8万人当中，月薪低过31000块的人有16.7%，大约是120万人。落尾是自由时报，国发会公布国发会公布上新2024到2070年的人口估计报告。2024年总人口会回到负成长的趋势，未来也真恶拍破这个趋势。估计2070年总人口会降到1497万人，做10年后的人口会减少超过900万人。中华河米过去是纺织产业的生产重要的乡镇，因为台湾劳动人口渐渐的减少，加上国际的竞争，咱的纺织产业是开始稀微。即马就有长照团队当咧招退休的民众，利用保佑设计各种的产品，除了提供中高龄的民众一个就业的机会，嘛希望河米纺织的好名声会当都搁再趟全台湾。河米人纺织线、青牛马、对心肝，这首地方流传的歌谣，意思是讲中华河米生产的纺织品质好搁水，连质路拢会新鲜。但是1980年代因为大环境改变，河米的纺织业开始稀微。阮打做迄几年纺织吼，是生意足好足好诶。阮虽然是毋是做三班诶，是大工，但是阮嘛是拢做甲做暗诶，以厂为家啦。到尾啊，因为很多产业啊，伊拢外移啊，咱遮诶纺织就开始一直没落去啊。为着振兴电风产业，有长照团队招募退休人士，利用工厂无要爱的布头布尾设计制作产品，嘛提供中高龄民众就业机会。拄啊退休的时候，我是讲哇，足好诶，退休会当游山玩水。原来退休后只有半个月的快乐，我伫厝诶，逐工都在念，啊不然就是情绪开始控制袂掉。啊，就是因为出来以后发现讲，原来我会当增加我无共款的领域。透过边角料，然后透过织女的零碎经济，不会就一定死钉钉的我就要8个小时，或者是我要4个小时。我觉得对劳动市场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可以仿效的地方，这样子。长照团队表示，利用地方产业的连结，招退休人士投入工课场。伊嘛透过地方创新的计划，举办各种体验课程，希望活化在地产业，搁再拍响河米这个名声。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湾伫国际搁在受到打压，就有风声讲南非的外交部要求台湾的驻外管处伫咧10月底之前爱离开因的首都，搁强调无讨论的空间。因那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就下令反制，要求这个南非驻台办事处爱迁离开台北市。因那或者是分析南非甲中国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要求台湾安尼做，定期是伫咧回应中国的政治诉求。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伫中非论坛宣示全面提悬中非关系，也甲南非发表联合声明，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国防部加大对台施压，传出南非外交部威胁过咱的主管，要求10月底进行迁出首都普利托利亚，报告约翰尼斯堡，甚至咱主管7次举行国庆酒会时阵发电邮通知迁馆，强调无协商的空间。目前外交部仍持续进行最大努力，但如果南非政府最终仍然执意屈从中国，改变现状，伤害台菲两国情谊，外交部也将基于对等原则，研拟所有可能的对应方案。传出外交部建议，对定要求南非驻台办事处迁出台北市，严审南非签证申请，暂停提供教育交流资源，减少南非籍英语教师数量。南非1998年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咱甲南非断交，搁停止对南非经济建设援助。不过中国长期由非洲国家，目的也是咧甲欧美相抗衡。学者分析，南非要求迁馆事件甲中国伫背后策动有关系。中方伫政治外交层面对台施压，日头上强是夺出邦交国，过来就是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这是南非要求我们撤款，1000%呢是中国大陆在幕后怂恿的。这南非为什么
那么的斩钉截铁，态度那么的强硬。当然也跟这个中国给他承诺一些协助啊，一些这个援助也不无关系。北京还是非常善用了他手中对台湾施压的工具箱，包括像军事或者像政治外交，以及像是经贸这个领域里面，它可以对台适用的工具。毋但南非过去奈及利亚也不因为中国因素打压咱驻内阁代表处，毋但要求改名迁出首都阿布加，减少派驻人员，佮派武警封锁代表处，强制咱的驻内代表限期离境。学者表示，被要求迁馆改名，虽然政治效应无强，已经是中国惯用手法，政府爱谨慎应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上新的国际消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领袖辛瓦，以色列证实伊已经死亡。那哈马斯方面是并无证实。美国是希望现主时有机会，因为安尼停战，互人质通倒转来。以色列军方发布一段无人机翕的影片，表示这是伫加沙走廊南部都市拉法特尔苏丹地区作战的生活做着击杀进程最后一刻。画面当中受伤的这群分子用无人机骗物件。מדינת ישראל סגרה היום חשבון ארוך שנים עם יחיא סנוואר, רוצח ומחבל שפל. 以色列今路有人咧庆祝，总理纳坦雅胡表示，以色列伫加沙行动意愿会继续一直到所有经济转来。美国总统拜登希望辛华死亡，因为经济开一条转去的路。咧竞选的副总统贺锦丽讲，这是结束战争的机会。相关的消息也已经伫阿拉伯世界传开。هذه مقاومة لا تزول بزوال الرجال واغتيال السنوار لن يفضي إلى توقف. حيخرج واحد بعد يحيى السنوار. 巴勒斯一经组织哈马斯领袖辛华是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7月前，造成差不多7200人死亡，佮掠走数百个人质。过去1年外，以色列展开报复对加沙是一直轰炸，前后消灭哈马斯真济高官将领，也强要乘做无差别击杀。加沙无辜的百姓超过42000人也对咧死亡。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北韩17透过官方媒体讲，受宪法甲南韩列做敌对国家。本国内面也使用大韩民国这个名，这也代表北韩是放弃几60年以来坚持南北韩统一的目标。有学者就分析讲，这就代表朝鲜半岛的局势紧张，随时拢有可能会烧战。2026月，迄阵的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和苏当时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日拿啉酒、拿开讲，双方官员搁唱流行南北两边的歌曲，咱的愿望是统一。不过，当北亚的局势改变，南北统一的想法也伫因过身了后，拢学有去。外电引用北韩朝鲜中央通讯的讲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宣示，面对上主要的国大韩民国，必须要永远切断而且封锁两国的国境，并且以坚固的防御工事，和两韩之间的非军事区 DMZ 正做军事要塞。그 총참모부가 그 접경지대를 그 국경선화하고 요새화하겠다는 그런 그 선언을 했어요. 그래서 그 선언에 입각해서 그 행동으로 보여준 것이죠. 안전핀이 제거된 그런 방아쇠에 손이 이제 그 올려져서 언제라도 격발이 될 수 있는 그런 아주 그 위험한 그런 국면에 처해 있다고 할 수 있겠죠.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2023年年底的公开演说就讲到，南北两边已经毋是同一个民族，是伫咧交战状态的敌对国家。这个讲法甲长久以来南北韩拢接受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观念完全无共款。金正恩今年初又搁讲，必须要彻底放弃包含统一、和解、共民族这个观念。到4月，韩国发现北韩部队开始伫 DMZ 附近大量带地雷，并且去阻挡战车向前的障碍物。日本时事通讯社的分析认为讲，北韩当局了解家己的能力，无可能主导咱所讲的南北统一，颠倒可能和美国支持的韩国进行吸收并吞噬的统一，所以直接公开宣示放弃统一，来维持平壤政权的存在。公司新闻齐家人报道。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16日咧关键的摇摆州宾州造势，现场有100多的共和党人士甲伊徛台。因上新的民调是显示，Trump 甲贺锦丽的支持度已经是真瓦紧。
贺锦丽16日滨州举行这礼拜第2摆的造势大会，徛在支持的是上百个共和党人组成的联盟，呼吁共和党的选民爱国比爱党是更加重要。And as a military guy, I've always respected strength in leadership. And Trump is the opposite of that. He's a whiny, weak, small, tiny man who is scared to death. The MAGA movement has veered away from Republicans and become a totally extreme group. I've maintained my Republican stature, but I can't support a movement that just doesn't stand for human decency. 贺锦丽对这共和党人的勇气是表达敬意。接落来嘛参加保守派的福斯电视新闻节目的访谈，直接对偏右和还未决定的观众群，在移民问题和主持人一句来一句去。You have to let me finish. You please. had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I'm and they in the didn't middle bring up of that bill. responding to the point you're raising, Okay. and I'd like to finish. Yes, ma'am. 这场总统的选战目前并无明显的领先者，包括 CNN、路透社和福斯新闻的民调，拢显示讲双方的差距是伫3%的误差范围内。联邦选委会15逼出来的文件显示讲，1万好野人马斯克3个月内捐差不多7500万美金，合代表是超过24亿的资金，予伊替川普成立的募款团体，比任何其他的团体拢较济。另外一个摇摆州、乔治亚州的法官是裁定讲，选务人员必须在法定期限内验证选举结果，未当因为单方面怀疑结果就拒绝验证，延签定数。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英国工党国会议员 Lead Beater 伫咧16日时阵，向国会提交一份允准伫咧特定地区合法进行辅助死亡的法案，有心智能力也就是生命存6个月以下的病人，有权利选择讲敢要透过医疗协助结束家己的生命。英国本地编辑克雷瓦尔今年才40岁，暗过2当前稍后诊断得到突发性硬化症，未来有可能无法度行，只会当倒伫眠床生活。伊烦恼家己无法度面对这款痛苦，嘛无法度控制会痛苦偌久，嘛有较侪选择，会当决定家己生命的走向。An assisted dying or fully incurably suffering feels so urgent now because of the peace and the benefits, frankly, to my mental health and my partners that it would offer me right now. 已经新den的癌症患者提姆，为细汉开始就有学习障碍，得到癌症了后，除了妈妈甲安宁教会护理师无人会当挖苦，看到伊的病情继续恶化，伊82岁妈妈正烦恼后生的未来，因为伫英国安宁教会资金减少，好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嘛减少了。Well, all those that I have known have said, I would like my child to die before me. 受到安宁教会品质愈来愈无好的影响，加上大众对安乐死的看法有改变，英国一摆出现安乐死法案的争议。英国工党国会议员利德比特16日国会提交一份促进成年人生命终结法案，允准在英格兰甲威尔斯合法进行医疗辅助死亡的法案。泰晤士报报道，法案若是通过，促进患者会当在1名法官甲2名医生的批准之下做安乐死。不过法案的对象只限制身体正常，也是生命只存6个月以内的新连续症危机患者，其包括帕金森、阿兹海默这疾病拢无算在内。For some people, palliative care is not going to ease their pain and suffering, and they are asking for the choice to have an assisted death, and I think they should be given that choice. 英国国会捌伫2015年对安乐死相关法案做辩论，最后否决法案。违反的人上重会当处14档的徒刑。教会高层还有反对安乐死的人，嘛反对法案会造成弱势甲伤残人士的惊吓甲压力。离英国医学协会嘛捌反对，也毋过伫2021年立场转做中立。英国国会会伫11月下旬对法案做投票，决定是毋是要通过立案。根据市调机构伊普索莫利2023年的民调显示，有2/3的英国人支持安乐死合法。得到一寡有名的人支持，其中就包括暂时的英国首相施凯尔。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司法部宣布，美国主要的军事承包商雷神技术的子公司雷神涉嫌以诈欺乌西得到关键军事系统的合约，会赔偿超过美金9.5亿，大约是新台币305亿来和解。对此，咱的国防部是表示，美国司法部针对雷神公司贴关价已经公告是诈欺。美国政府最近会将雷神公司加收的钱，先予台湾方面的口罩进入国库。美国总统拜登在空军1号17暗时到德国的柏林进行伊任内头摆访问德国。
安生场德国的总理肖兹、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施凯尔举行四方会议，讨论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加中东的局势。真侪人到土耳其旅游会坐巴士，但是也定发生交通事故。昨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伫西部的阿非英卡拉西沙尼省的地区，有一台观光巴士驶伫公路顶，凶凶并且至少有22个人受伤，其中有1个人是重伤。台积电昨晚举行发说会，外界关心台积电伫咧人工智慧、CoWoS 等产业的布局。董事长是表示，台积电今年已经增加CoWoS产能超过2倍，要是无法应付需求。那伊也乐观看待 AI， 讲未来5年的营运挂保证会真健全。17台积电股价震动，冰屋收伫1035块80块。不过，煞无互投资人失去信心，因为台积电发说会公布第3季的财报，合并营收是大票7596亿9千万，年增39%，税后利润大约大票3252亿6千万，一个月利润大票12.54块，上升年增54.2%。因那未来5年的营运，台积电董事长甲总裁魏德嘉保证真健康，也看好 AI 需求。My judgment is real. Our real experience. We have using the AI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our fab and R&D operations. By using AI, we are able to create more value. 魏德嘉伫发说会讲海外布局的进度，美国的晶圆厂会伫明年顶半年开始量产，采用4奈米的技术，良率非常高。日本厂受到当地政府大力的支持，有信心伫新本厂提供和台湾厂同款的制造品质。欧洲厂会伫2027年量产，只是客户对 CoWoS 先进封装的需求大大加过供应，当时才会当满足客户的需求。台积电也做出回应。Customers' demand far exceed our ability to supply. So even we work very hard and increase the capacity by about more than 2 times as this year compared with last year, and probably a double again, but still not enough. 很有可能到2027年之前，其实台积电在整个后段封装的产能的部分，依然还是非常的紧俏，甚至是供不应求。魏德嘉表示，对台积电来讲，伫台湾设厂需要土地、水、甲电，有和政府密切沟通。因若敢是要用核电或者是其他的力量，佮无法度对外说明，毋过有得到政府的保证，会满足台积电伫水、甲电顶面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昨到立法院闭述，对立委问讲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当时会看到效果。杨金龙是表示，佫需要时间来观察。为避免资金过度流向不动产，央行日前推出第7摆信用管制，互房市交易量大大减少，也互市场叫做金融海啸。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前一年房市上过节，爱互房市领来，若无对房地产甲金融稳定拢无好。有哪些因素催化这个刺激房市泡沫化的可能性呢？预期它的房价都一直在上涨的时候呢，那么大家就会拼命的去买房子。那这个就很容易就是催化了它的泡沫。杨金龙强调，对信用管制措施被官员野企轻轻放来，希望透过管制，互刺激企业有其心理会改变。伊佫表示，央行是不是要继续推信用管制，会考虑3项指标，包含刺激是不是修正、不动产放款集中度、甲不动产贷款金额。目前上有的不动产集中度，因为目前各项房市指标数据差不多拢伫满水位，爱互水位降落无简单，后续密切观察。如果半年后跟今嘛差不多不怎么样啊，你会不会？我不排除第8波。第8波是怎么要第8波了？我总觉得还是言之过早。还有挑战，还有3个状况。新青安资源虽然有限，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是可以足以来应付它。杨金龙回应，针对管制是不是有效，爱国观察。不过最近两化局势紧张，是不是出现美金换汇调？杨金龙表示，央行随时做好准备来应应。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印尼的查某，伊讲看影片学技术，违法私下甲人做医学美容加敲喙齿的工课，因为介绍较少有真侪人客。
移民署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总算伫咧高雄的旅馆抓到这个移工。喙齿打矫正器，也个矫正前后的对照做宣传。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接到线报，这印尼籍女移工私底下做医美、喙齿矫正或者是美白这非法医疗行为，因为真属伫请名额有限，请一个移工来有用。咪女疑似上网看影片自学矫正技术，且不定时在网络公布预约医美疗程时段及地点，因费用便宜且名额有限，吸引许多同乡慕名预约。警察人员在高雄三民区一间旅馆，掠到将旅馆房间正做临时工作室的移工，现场佫超出真侪医疗工具。旅馆业者表示，唔知旅客大目的。这附近的饭店都有，不是只有我们。用人工美白为例，介绍正常伫2万到2万5，喙齿矫正是伫12万到20万。按过比起移工所付疗程收费，拢无超过1万。后续治疗是收几百到几千，这样俗价真受移工的欢迎。按过恐惊无保障。美白的药剂其实是要通过卫署字号，它才是一个安全的药剂。经过美白的治疗之后，牙齿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敏感的状况。那同时，医师会需要帮他先评估，说是不是有一些牙周病的问题，或者是蛀牙的状况。详细检查患者的喙齿，若美白医师表示，喙齿矫正为评估到过程可能发生真侪状况，真需要专业甲技术，毋是靠影片家己学就用处理。经过移民署查证，这比起移工虽然伫印尼做护理工作，毋过无医疗专业背景，而且违反医术权，以上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我80万个外籍移工，各种产业拢有因的帮衬。不过，有立委讲，伫咧远洋渔船咧做事的移工，若拄到强迫劳动的事件，第二部电话信号通找人帮忙。虽然讲中央有鼓励渔船装 WiFi， 不过劳动部也表示，目前也无够普遍。台湾部分产业的劳动力真靠移工，统计到8月底，台湾有超过79万个移工。拜四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针对移工支持系统进行讨论。虽讲劳动部有设1955劳工专线，同性两体内会多语言先做管道，但是有立委质疑，远洋渔业的移工可能看会到，用袂到。他一年到头都是在船上，他能打这支电话吗？1955。委员，这个远洋渔工当然是比较困难啦。不过我们现在有人提供装设 WiFi 嘛，这也是所谓这个渔业人权行动方案里面一个重点的。那么普及率 OK 吗？当然现在普及率比较没有那么全面，甚至比较还算低啦。远洋渔船 WiFi 的问题，8月也有 NGO 讲，台湾远洋渔船1100只，只有81只有 WiFi 通予移工使用。劳动部表示，因为远洋渔船开 WiFi 牵涉卫星通信的问题，当咧参同业部合作解决问题。另外，9月新竹爆出有外籍移工伫雇主厝内生囝的事件，引起各界关注。有立委指出，假使移工伫台湾生囝，竟然无法度参产业移工同款领生育补助。也有委员指出，有部分失联移工伫台湾生育了后，病院煞予人欠销。因为他没有投劳保，所以完全是被排除在外。你认为我们这样的制度是不是有缺漏？而监察院的报告其实已经告诉你们，这个部分应该要去检讨。我们有这个想法要加入，我们也在加入，可是社会上有不同意见。失联移工或者是黑户宝宝的医疗，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负担。几乎都是失联的移工，产生的医疗费用，我们有跨部会的讨论，这个要怎么去补贴医院。劳动部表示，假使移工生育补助的问题，目前因为雇主、中人、劳工各方意见无法度整合，要来规划指引。那病院因为治疗失联移工，致使予人欠销的问题，除了补贴病院以外，当然参移工来员国协商负担。记者讲李玉凯台北报道。检发社案件北检长提现在也会前台北市副市长裴进兴，甲前国文的办公室的主任李文忠。另外，中石化甲电话开发长下晡召开记者会，对外解说因的财务状况。针对北检抛扣押土地核准，电话开发是已经提出控告。北检持续侦办警方涉案，早起是提审当得羁押的前台北市副市长裴进兴和前台北市长郭文泰办公室的主任李文忠。
警方城风波继续烧，中石化和鼎越开发17嘛做伙开记者会，对外解说财务状况和对银行连带的疑虑。鼎业和中石化，我们有诚意，而且也有能力，透过我们适当的资金调度啊，我们应该可以提出一个让连带银行满意的一个解决方案。中石化的董事长强调讲，目前和银行协商的进展真好，协商搁在进行。未来若是规个方案有协议，会发表重大信息和新闻稿，嘛向外界和金融机构发话，希望支持。针对外界关心金华广场敢要停工的问题，但随良讲要停还是无爱停，爱看司法的结果，主管机关来决定。我会遵照主管机关的规定，有任何主管机关规定我们难以执行的，我们就跟主管机关来做报告。台北市监管处重申讲，照目前的规定，就是停止受理施工的勘验。另外，对北检申请扣押金华城的土地嘛准啊，鼎越开发已经提出控告，会交予高等法院来审理。台北市政府中心立场，依法备施工勘验。依我们建筑法以及内政部相关的函释，我们的规定就是必须停止它来申请施工勘验。如果说后续地检署相关的回文有不一样的说法，我们会再考虑有做后续的相关的一个处理。监管处讲，目前逐礼拜都会派人去了解，敢有无经过勘验，家己就去施工的。最近嘛邀请相关专业工会，针对金华城工地安全维护的部分做讨论和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导演这碧林的后生谢定环去苗栗县的图书馆演讲的时，因为互人讲靠老爸底因就通食一世人，一口气是吞袂落，遂离开现场。昨苗栗县长郑东锦甲谢定环见面，亲身甲伊回信咧。谢定环的态度是落软，承诺未来会针对环境教育继续合作。亲身迎接苗栗县长郑东锦向看见谢碧林基金会董事谢定环当面会室咧，因为谢定环10月11去苗栗县立图书馆演讲，所收到承办人传来的信息，讲靠老爸底因就会当食一世人，感觉受侮辱，当场离开。郑东锦10月17除了会室咧，嘛宣布会甲请示的承办人送考绩委员会来处理。那当然，执政现在是在人事处，还没有到我这里来。那后面的后续，我想我们会按县府的规定既然你讲话了，我想媒体又报了那些委员也听得到，那我们会有最妥适的处理啦。代志发生了后，谢定环伫面册讲事情的头尾引起讨论。伊想袂到讲这件代志上新闻，甲教育处长、科长也有承办人斗讲话，强调人拢会讲唔对话，毋过无够爱改进，结果才严重。伊嘛讲，苏当时家己的情绪控制袂调，是因为家己继承老爸一直坚持，去误解才安尼生。如果你因为工作而被羞辱的话，你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有拿钱。但如果你是因为坚持自己的理念跟信念而被羞辱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对，因为难过的点是你没有被谅解，你做的事情没有被看到。郑东锦会后，甲谢定环互相交换礼物，嘛期待看见谢碧林基金会会当带动苗栗的学校有愈侪环境教育。双方讲未来会有愈侪合作，嘛为这边演讲的风波来收尾。记者苗栗报道。花莲县政府的振兴券发布到6天，就开始出现争议。就点头讲，因收到假振兴券，另外也有人主张新住民应该也爱有资格通领，拢引起争议。花莲县府12到18普核县民每人3000振兴券，佮请中央印刷厂设计4道防伪机制来避免假款后就市民。毋过，有点头讲疑似收到假，后边的防伪表示安尼愈弄愈袂出花莲2字。我刮给他看，我说你这个刮不出来，还他，然后你再换一张给我。4段防伪机制有手机扫描 QR code 后边防伪图层，愈条了会出现花莲 logo， 也有对照光线，会用看到原来米仔甲起来线颜色的标线。毋过实际测试，真简单，就将花莲2字给滤掉。这样刮就坏掉了，
造成这个有价证券本来是真的，反正人家去消费，那我会不会就变成假的？抑个机关这期为什么长大伫花莲的新住民甲外籍政治无法度领到？其中还有一个人，比如新妇，对在地将有贡献，安尼摆他是不是公平？花莲全县的新住民人口有8000多人。那他们拿到了 APRC， 他们来花莲永久居留，但是你排除了他。是不是出现嘅环境防疫者压体问题关的查甫人会对查流向？暗过官府初步认定是女性出难，进行关的多站破起。新住民甲外籍人士是不是有资格强调那些设籍伫花莲导引领？其实还有其他的防伪机制，只要辨识是真的，那张就是真的。有拿到花莲定居的权利的，基本上。都有资格来领。进行官发甲即毛无甲一礼拜问题被少，也有技术被转变，甲人数超商，拄达加倍问题是毋是造成伫外地消费？官府表示会甲公司进行协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不时爆出食品安全的事件，由高雄市机关伫咧执询的时阵就讲，高雄市应该推出营养中昼顿的专法，才会当保障老师、学生中昼顿的品质甲安全。高雄市教育局是讲会参考其他县市的做法来推动专法。中昼食饭时间，学校拄工会甲中昼顿送去教室。另外，各地用即工的中昼顿食米素菜西面。详细食材甲营养成分2个月前就公布伫咧教育部校园食材登录平台顶悬。不过，并毋是逐间学校拢安尼做。市议员张宝强伫咧市议会质询时，要求高雄市爱制定营养午餐的专法，互学生囡仔中昼顿更加有保障。中央这边的母法这边还没有完全定调，好，那变成我们这边地方的这个政府呢，我们在依循上面，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去令你或者是去找突破的这个部分。虽然今嘛中央的这个营养午餐专法目前搁伫咧讨论当中配套搁毋是讲介完整但是包括我家己知影的家人台南其实因针对现处时的这个现状，因拢有家己用无同款的方式来有这个营养午餐的调理。议员表示，目前因为无专法，拄工薪水低找无人，营养午餐必须嘛无补贴等等，问题真多。另外，佮有食材来源甲营养成分，有的学生囡仔有特殊的食食需求，拢应该要有专法明确定定营养规范，互营养师参考。有一寡人食草的，有一寡人食这个素食的有一寡人猪肉袂当食，有一寡人这个蚕豆症的，啥物物件袂当食，所以需求拢无共，甚至讲的这个市区内底学生甲原住民的学生因本身的这个营养摄取需求嘛无共所以我希望讲咱政府是不是会当来主动来协助这些学生，有适合吃的跟不适合吃的，那适合的能吃什么，不适合的我们尽量避免什么。我觉得需要这个更完善配套措施去推行这个法制。目前中央专法也未推出，议员认为地方若欠缺自治条例，会致使中昼顿品质无同，也因为无强制力，对不良厂商的处罚嘛有限。高雄市教育局回应会参考其他县市的做法来推出专法。记者顾兆勇高雄采访报道。新竹县10项国小举办1年学生语言学习的活动，包含台语、客语、华语、英语4种无同款的语言，希望互拄入去国校学习的学生用趣味的方式来学语言。阿姐，好，如果你暂时还找不到位置，现在有机会开始了，所以。用算的方式念出出来时代各种称呼，只要讲到，就当对头前跳一下，那感觉真新鲜。好玩。哪里好玩？就是可以讲，又可以跳格子。你看到什么图，你就讲什么。好，譬如讲第一个是阿公，过来是小弟，哈。搁过来是阿爸，因为敢若1年尔，所以嘛袂讲出甲伤困难的题目互因啦，就趣味安尼，因若有通跳有通耍，伊就真欢喜啊。除了台语以外，现场阁包括华语、客语、英语这些无共的语言，透过设计游戏，希望互拄来国小上课1年学生对语言产生兴趣。那因为客语其实是一个快要失传的语言，那尽量用这种方式让学生对这个更有兴趣去学习这样。学校阁特别安排5年一个学生带一个新鲜的方式，斗阵来耍过关游戏，
在乡国小校长指出，主要是要让囡仔体验语言趣味的所在。希望1年级的孩子们能够在从游戏中去学到如何去让自己的语言的能力更强，所以我们这次设计了很多关卡，让他从玩里面知道说，哦，原来学习语言是这么有趣的。学校阁找来另外2间国小，拢总900个学生做伙参与活动，现场是热闹滚滚，囡仔也对游戏过程中体验好耍、够有特色的本土语言课。记者涂文和新竹报道。台语声音学院配音班由公视台语台报道和联播电台甲动画特效协会做伙举办，有30个学员经过4个月60点钟的训练，已经看到成果了。就有动画配音员来看学员的成果表演，希望透过这摆机会，会当替动画配音找到合作的人才。阿公，阿爸讲，这间厝内有无时啊，敢有食食啊？阿弟敢有相信？我感觉足合的呢，世界上哪有无时啊这款物件啦？一个人用无共声音扮演几难角色，转换甲成煞拍，这是台语配音班的成果发表。这2年来，望爱台语配音真受欢迎。公司台语台就业界自6月开办台语声音学院配音班，希望会当栽培台语配音的人才，嘛写真侪无共领域的民众来报名。最近上红的、上请的就是几个节目，像咒啊，还有女鬼桥，因为即马拢敢若只是华语的，所以我希望未来嘛会当有台语的这配音的节目。像秀玲本身就是节目的配音员，伊对台语真有兴趣，嘛希望未来会当有愈来愈侪台湾节目有机会通用台语配音。另外，也有单纯为着兴趣来报名上课的学员，伊表示家己聊落去，才真正体会到声音工作真系无简单。过去我拢感觉讲台语无遐尼困难，嘛感觉讲这配音工课虽然看起来是真趣味，来了才知影讲。不管是讲台语也好，还是讲做的这个配音工课也好，其实拢是真困难的代志。课程拢总20节，包括变音技巧、网架配音、戏剧配音等等，邀请真侪为业界的专家来上课。亲像讲师之一个资深声音导演林凤雪就指出，有通建立系统性学习的学习是真要紧的。有的就是你上顶节，我上下节，迄个上后壁迄节，我感觉无连贯性啊。即马电脑是规个较完整，会当甲学生囡仔讲，恁爱注意一下哦。配音班的学员拢总有30位，经过4个多月的训练，总算是摕到毕业证书。台语台台长卢东希嘛表示，希望透过台语配音班，通协助业界找到需要的人才，和台语伫咧无共领域开枝散叶。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那讲到放假，红仔册真侪人拢会想到日本，也只是韩国。其实台湾这几年也累积真侪精彩的作品，譬如讲已经翻译做叫做高语言的来自清水的囡仔，佮有为放假改编做电视剧的新之响顶顶，拢真受欢迎。也那总统府要伫明仔载正式推出台湾放假特典，招民众做伙来看精彩的本土作品。顶礼拜也像是强调秀以台湾放假做主题，运用电光投影在总统府，让大家看到无共时代的经典。文化部表示，台湾放假几年来面对日本、韩国等等的强势出口，但有关用咱的故事，伫当代开创出台湾放假第3波的黄金时代。文化部伫咧总统府特别规划台湾放假的特点，要互愈侪人看到台湾精彩的作品。特展甲年底结束了后，明年开始，我会换一个所在，用差不多三个档次或4个档次，轮流来继续讲咱台湾放假的故事，互咱所有来总统府参观的民众会当理解讲，这几年来咱台湾放假发生什么代志，但即马有什么款新的故事。文化部表示，特典收集这15年来19部台湾放假，比如用大稻埕地业历史总地在的艺人地者，更有台南府城真出名查某鬼小娘，嘛有像新之乡提供民俗信仰文化的故事。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表示，希望民众唔那是来亲近总统府，嘛通看到这几年来台湾放假的发展。早期的4宫格的漫画，一直到现在的新台漫呢，整个收集，我相信都是可以让大家回味童年，陪伴着我们成长的任何的一个故事。我也因此特别买了一本几亲啊
潘明安表示，展览打算自10月19正式对外开放。原来文化部嘛补充讲，为着要继续支持台湾网家，也有创作者，后续会去推出新台湾计划，互想要画网家的人有国家的支持。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因为气候暖化，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讲，全球的酸雨大已经拄到历史上上严重的白化事件，有77%的酸雨大受到白化程度的热衰竭。海水当中原本应该是五灰杂色的酸雨大，正做单调白色，看开去规片拢是白茫茫的酸雨大。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 NOAA 指出，全球酸雨大面临上严重的白化事件。为自2003年1月以来，为大西洋甲太平洋、印度洋有77%的酸雨大遭受白化程度的热衰竭。This is the biggest coral bleaching event on record. We've never had a coral bleaching event this big before in terms of, almost 80% of all the world's reefs have had heat stress in the last, year and 8 months essentially. 因为海洋暖化造成的热衰竭，会互酸雨大排出沼气当中彩色藻类都发生白化现象。若无这藻类，酸雨大会变甲真白，较会受枵气甲疾病。毋过毋是死亡，那海洋降温有机会恢复。毋过科学家进前预测，全球温度升高1.5度，有90%的酸雨大会消失，而且温度升高1.3度，都已经超过无法度恢复的临界点。That we're seeing these impacts much sooner and much more severely than we had anticipated, right? So, I would say 20 years ago, we would always think kind of like, well, 50 years down the road, that's when things are going to get really, really bad, but things are starting to get really, really bad right now. And, we are seeing really, really severe catastrophic impacts in certain locations from single bleaching events, unfortunately. 酸雨大白化会对海洋健康甲渔业、旅游业带来严重影响，而且全球成分也改变如何模式。一份由经合组织 OECD 制作的研究报告显示，每升温1度，大气当中地流水分类增加7%，引起枯化甲欠水危机。到2050年，欠水危机可能互经济成长下降至少8%，搁互全球一般的粮食供应面临风险。公司新闻陈伟真报道。落尾，咱最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33度，中部地区24度到32度，南部地区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24度到31度，外岛地区24度到31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咱明仔载再会。